大家好，我係林博，歡迎大家嚟到博巴同你 talk 社區事為你而博。咁今日帶大家嚟到美善同道呢一度，一來呢度就係一個重建嘅項目。咁而家都係收購七七八八啦，好多喺度重建區嘅街坊亦都搬走咗。咁重建範圍喺邊度呢？咁其實就係位於靠背壟道啦、美善同道啦、江蘇街、浙江街、落山道一帶嘅。咁最近亦都係有傳媒或者係政府部門就已經係將一啲嘅諮詢就同大家去分享，同埋問下各位街坊對於呢個重建項目有啲咩意見。咁如果大家有啲重建項目有意見呢，咁請大家9月29號之前就可以同我哋反映，或者係同政府部門反映。咁其實呢段時間好多居民都同我哋係反映關注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關注第日重建咗環境衛生嘅問題啦，蚊患鼠患係點樣去處理啦？第二個就係交通封路等等嘅改道嘅措施啦。第三個就係關於樓宇結構安全嘅問題啦。仲有出入等等，我哋原先嘅道路係點樣去封閉啦？咁呢啲問題我哋亦都非常之關注。我哋亦都會約翻相關嘅政府部門定期同大家開會，去講翻重建嘅時間表同埋工程嘅進度。如果大家想睇到最新嘅 YouTube 片，歡迎大家訂閱博巴同你 talk，亦都請大家幫忙分享、share 同埋撳個 like。我係博巴，下次再同你 talk。